退休老师、上班族和家庭主妇组成的合唱团，平均年龄60岁。为了唱歌，唱客家歌，不会说客家话的，得想尽办法。还有客家拼音，它的音标音标很复杂。小学的母语的话，就用这样。哦，头白经，大概语。那个字母有4、5个字母拼在一起的，第二天就不想来了。一度想放弃的团长，后来还是硬着头皮把客语背熟。为兴趣争取来的舞台，大伙儿互相扶持，一起作伴。有时候我们还是听错了，有时候还纠正，一面唱一面纠正。谁纠正？隔壁都是客家人啊。客家歌曲、国台语、英语，甚至拉丁语，认真学，认真唱。杨梅唯一的4部混声合唱团，老人家要让年轻人刮目相看。你哋客家歌要有18姑娘哦。是哦，那你就跟合唱团唱一下客家版的18姑娘吧。客语版的18姑娘一朵花，后堂好听。董金泰的表演，考试有酷人歌哦，我说很精彩的表演，确实有下苦心，对不对？在这合唱团成员的身上，我们真的看到了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一起快乐到老。董金泰的表演，考试有酷人歌。董金泰的表演，考试有酷人歌。